中山港口呢個發展商又喺度搞慈善活動啦，新加推嘅小高層專梯專戶101方做到3房2廳2衛，單價都係9000零蚊，總價100萬出頭就可以攞低，仲可以做埋3萬蚊嘅低首付，剩低嗰啲全部預供。開發商都誠意滿滿啦，首先送你一個3年內48次中港巴士往返套票，跟住再送你一個3甲醫院嘅雙人 body check 免費體檢。你以為送完啦？未啊，仲送埋你一個1年嘅港式家政服務，仲有1年嘅物業管理費。揾我成功置業嘅話，仲送埋你全屋嘅家私家電。佢小區嘅園林咧都係做得非常之舒服嘅，佢嘅綠化率咧係去到36.9%嘅，仲帶埋我哋嘅大人兒童雙泳池啊，而且都係精裝現樓啊，最遲就係我哋今年嘅9月份就可以收樓噶啦。呢個項目去到我哋港口最大嘅一個商超萬名戶都係講緊10分鐘唔到，仲有我哋嘅一個直通巴可以直至翻到我哋香港太子同埋荃灣。我哋而家即刻上去佢嘅示範單位睇一睇先。呢套101方專梯入戶做到3房2廳2衛，南北對流嘅戶型，門口咧就係我哋嘅第一間房，可以做到一個長輩房同埋兒童房。客廳開間嘅話有成3.6米嘅。出邊咧就係我哋嘅陽台，係可以望到成個小區樂園嘅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餐台位，坐5至6個人都冇問題嘅，仲送埋一個飄台位俾你，可以改造成一個餐邊櫃。呢邊咧就係廚房啦 ，U 型嘅廚房係非常實用嘅，仲預留咗一個雪櫃位俾到你啦。呢邊咧就2間房，左右各一間，中間咧就係公衛，乾濕分離都係做好晒俾你嘅。最後就係主人房啦，帶埋套廁，床位擺咗一張2米嘅大床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啊，空間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呢套101方3房嘅戶型，總價都係100萬左右就可以上車啦，仲可以做埋一個3萬蚊嘅低首付俾到你，仲送埋咁多嘢。有興趣嘅街坊嗱嗱聲約我嚟實地睇樓啦！